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禪修療癒1分鐘，我係宇峰。今集去到第三節，講從禪修嘅角度嚟睇臨終病人嘅生命回顧。喺生命最後階段，好多病人都會好自然咁樣回顧一生，審視未完成嘅心願同埋遺憾。呢個過程往往充滿咗情緒同埋掛礙。禪修嘅傳統就為我哋提供咗深刻嘅智慧同埋具體嘅方法，去幫助臨終者喺回顧中揾到平靜，從執着中學習放下。未竟之事，我哋會講話係 unfinished business，往往係臨終前最大嘅掛礙。嗰啲未講出口嘅説話、未見嘅人、未完成嘅願望等等，禪修就提供咗具體而温柔嘅方法嚟照顧呢一啲執着，讓心靈喺生命嘅終點揾到真正嘅安寧同埋圓滿。透過覺知同埋智慧，即係 awareness 同埋 wisdom，去區分有啲乜嘢係可為同埋不可為。禪修嘅第一步就係培養清晰嘅覺知。面對未竟之事，我哋需要有智慧之眼，温柔咁去辨識邊一啲仍然係可以喺此時此刻實現，邊一啲係需要透過內在嘅轉化嚟到圓滿。呢一種辨識本身就係一種修行，讓我哋學習接納生命嘅限制，同時睇到內在嘅無限可能性。喺可以完成嘅心願方面，例如如果身體狀況允許，我哋鼓勵病人去完成嗰啲實際上仍然可以完成嘅心願。呢一種係精進嘅修行，就係喺有限嘅時間，以當下嘅行動嚟圓滿過去嘅遺憾。例如好想見一個重要嘅人最後一面，又或者好真誠地講一聲對唔住或者多謝你，去一個一直好想去嘅地方，或者完成一件小而重要嘅事。每一個完成嘅心願都係對生命嘅尊重，亦都係對放下嘅開始。咁喺不可完成嘅心願方面，禪修就發揮咗最大嘅作用。例如，當對象已經唔喺度，或者身體冇辦法負荷，我哋就需要轉向內在嘅修行，透過觀想同埋轉化喺心靈嘅層面完成一啲未竟之事。例如透過觀想去同已經離世嘅人對話，或者喺禪定中去體驗前往無法去嘅地方。咁例如一啲其他嘅心理治療，例如催眠治療，或者喺藝術治療入邊嘅 guided image，其實都係用緊類似嘅方式做緊同樣嘅嘢。另外就係我哋可以同病人去練習，透過我哋嘅心念去送出寬恕同埋祝福，喺我哋內在嘅空間去圓滿遺憾。禪修話俾我哋聽，真誠嘅心念係超越時空限制，內在嘅圓滿同外在嘅行動同樣都係真實。喺懺悔同埋寬恕嘅法門入邊，我哋嘗試去解開患者嘅心結。懺悔同寬恕係禪修中最療愈嘅修行之一，佢幫助我哋放低長久以嚟背負嘅愧疚同埋怨恨，讓心靈喺臨終嘅時候得到真正嘅自由。呢個法門唔需要對方現身，因為真正嘅療愈係發生喺自己嘅心入邊。對於虧欠嘅人，我哋可以由真誠嘅懺悔，例如引導病人喺安靜嘅空間，閉上眼睛，深呼吸，喺心入邊清晰地去觀想嗰一個被虧欠嘅人。我哋可以見到佢塊面，感受到佢嘅存在，然後用最真誠嘅心念同佢哋講：對唔住，請原諒我。喺每一次嘅呼吸入面，想像呢一塊歉意化為溫暖嘅光，喺自己嘅心流向對方。禪修相信心念係超越時空，
真誠嘅懺悔能夠解開內心最深嘅結，帶來釋放同埋平靜。我哋唔需要對方嘅回應，因為呢一個修行嘅核心係自己內心嘅轉化。對於虧欠自己嘅人，我哋可以學習慈悲放下，練習放下怨恨，係一個更深層次嘅修行。禪師成日話，懷住怨恨咧，就好似灌自己毒藥嚇、就希望對方死去。但係呢個毒藥第一個傷害到嘅咧，就係自己啦。所以喺臨終嘅時刻，我哋需要為自己嘅心靈揾到自由，引導病人去觀想嗰一個曾經傷害自己嘅人，唔係為咗對方，而係為咗自己。喺心中溫柔對自己講：我選擇放下呢一份怨恨，我值得內心嘅平靜。然後同嗰個人講：我原諒你，亦都祝福你。放低唔代表認同對方嘅行為，而係俾自己嘅一份禮物，喺心讓心喺生命最後嘅階段唔再被怨恨束縛，而係真正自由咁樣呼吸。但係關於慈悲、原諒同埋放下，我哋需要好尊重臨終病人個 readiness。如果佢真係冇辦法係去放下或者原諒對方嘅時候，我哋可以同佢分享，我哋嘗試去擁抱呢一個未能夠放下嘅自己，就係對自己嘅一份慈悲。我哋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就係講緊意念嘅圓滿，喺心靈中完成未竟嘅旅程。當身體冇辦法帶我哋前往想去嘅地方，禪修就為我哋打開咗扇門。透過深層嘅觀想、禪定，我哋可以喺心靈嘅空間完成任何嘅旅程。呢個唔係自己，而係禪修對意識本身一個好深刻嘅理解。喺深層嘅意識入邊，心靈嘅體驗同埋外在嘅經歷，同樣都係真實，可以帶嚟圓滿同埋完結感。相信大家都試過發夢，係咪？係啦，無論發好嘅夢或者係發惡夢，其實同我哋現實經歷嘅感官嗰個體驗係好似好相同。禪修就係透過一啲方法，讓我哋去接近類似嘅經歷。我哋有三個地方可以做嘅。第一個就係引導進入深層嘅放鬆。首先幫助病人揾到舒適嘅坐姿，或者瞓喺度都得，引導佢哋專注係呼吸。隨住每一下嘅吐氣，身體會更加放鬆；隨住每一下嘅吸氣，意識會變得清明。當心靈安定落嚟之後，我哋就準備好進入內在嘅旅程。第二點就係觀想想去嘅地方。喺呢一份深層嘅寧靜當中，我哋可以邀請病人喺心中清晰地去描繪嗰個一直想去但係又未去到嘅地方，例如嗰片海灘、嗰座山或者故鄉嘅一間老屋。唔單止係睇見，而係用所有嘅感官去體驗，例如感受嗰度嘅空氣，聽下嗰度嘅聲音，聞下嗰度嘅氣味等等。第三就係允許情緒嘅完結同埋升起。喺呢個心靈嘅旅程入邊，任何情緒嘅升起都係 OK 嘅，包括咗喜悅、悲傷、懷念、感恩。我哋可以喺活動開始之前呢，同佢哋分享，有機會係有呢啲情緒嘅起伏，我哋只需要去 aware 佢，去覺知佢就可以。呢一個係我哋通常叫做 trauma inform 嘅一個步驟啊，咁樣。呢一啲嘅情緒都係真實嘅，都係值得被感受。我哋嘅內在空間完整地經歷咗呢個旅程，係一種深深嘅完結感，就會自然湧現。例如話，我終於
去到嗰個地方啊，我終於圓到自己個心願。喺禪修嘅智慧入邊，心靈嘅體驗係喺深層嘅意識中，其實係真實嘅。透過意念圓滿嘅修行，好多臨終病人都揾到內心真正嘅平靜同埋完結。呢一個唔係逃避現實，而係認識到意識比我哋想象嘅更廣闊、更自由。係生命嘅最後階段，我哋終於都明白到真正嘅旅程，其實一直都喺心入邊。多謝你收睇禪修療癒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拜拜。